愛呀嘅心腸呐。才有愛你發飄，因你是查某我的朋友愛上我。熬夜大擂台，熬夜中下來。係，新的一季，新嘅歡樂兄弟姊妹啊，新嘅一季，所以今日嚟參賽嘅朋友全部新嘅朋友。不好的不早來。按你對禮拜按日季嘅節目一定非常嘅好看，係咯參賽朋友一定非常嘅會唱歌。敬請期待。來，今日進行嘅比賽，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員上台。呀，兩個欣賞，旗子不欣賞，旗子不欣賞，我俾你欣賞。好啦，先生介紹題，按先來教一下。嚇，沒啦，先來比賽哈，先來獎金挑戰賽哈。啊，今日獎金挑戰賽。有，哦哎呀，錯當然啦，哎呀，那嗯節目本來不是比賽而已，為了比賽而比賽，哦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鼓勵啊，對對對。作用嘛。今對吧日來到獎金挑戰賽，係一個細阿妹，很漂亮，很有氣質的細阿妹。好，彭然後佳慧有什麼鐵肺歌後。歌后？對，哎呀，她有一個稱號是什麼？叫鐵肺小公主。鐵肺小公主。哎呀唐公係俺的美濃人呢。你美濃人啊？係啊，啱講很強啊俺還唔識伊啦。唔識佢啊？咁我等下來看到咗啲啊。好每天我的妹妹哦。學人家美濃嘅，宋家珍帶來客家本色。好嚟談看啦嚇。散過台灣模板眼前，撒網搭陽光長港天，翱翔找自己思念，怎蔓延？世世代代像安樣經驗傳家，200年無改變。哇！按後堂的歌聲，讓唱一遍嚟啊！哎呀，哦，我再來兩遍好啦。係咩？哎呀，你嗰個姿勢會兩邊呢？唱按後，按會唱啊，比唱一邊的呢，大嗓嘅哈。好會唱哦哇，！聲音怎麼那麼雄厚哈？哦聽得懂你還帶那位？美濃，啊，你帶到你要做美濃。濃哦。就是爸爸是美濃人，然後常常會回去美濃那邊。哦，所以美濃人啊，哈，好，恭喜挑戰成功，哎，獎所以有按你獎勵如潮嘅啦。有，唐到美濃就過關我。知，按你也唔是公平，唔是錯嘛唔係這只3000元獎金都咩啊冇嘅。唐到美濃夜晚唔講公平啊！哎，這個多才多藝啦，哎呀好棒哦不只會唱歌，唱歌唱得好之外，對，還會吹喇叭。法國號，來，我們來看他加分題，好不好？還他唱演歌唱到很好，嘿呀看他吹得怎麼樣。演奏法國號。來。
耶。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之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啊，有加入那个乐队。哦，然后那时候的校乐队，学校的乐队，那时候老师有让我放了几个乐器让我挑，我不敢挑这个，我就挑黑管。哦，对，比较秀气一点。对，没想到还是一样。因为它比较大只，所以它用这个。还好啦，还行。这只很重，很重啊，真的很重看看。好，练一下，练一下。够了，莫按娘冲，莫按娘冲。哎，爸爸应该懂会冲。哎，宋爸爸，韩式就好唱歌的哦。嘿，哟，伊韩式肯定是糖果100、200就唱的。哦，按你天分。介绍你的成绩啊，就攞杯比賽啦，都有參加。屯空样，细细就这有一比赛啊呢。黑勇，差不多啊，就是这样子的年，比他小一点点就比赛了。哎，啊，你有几分？哎呀，哦，高尚大满点真的，真的哦，真的好棒哦！哇，美浓真的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好风景的一个地方。竟还有加一个好高尚。好高尚，赞。好，啊，你甲他创个样板的啊，你谈一下，你评审先生，你小可就讲评下来，好不好？这位老师。广告词大白讲，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而且我要再加一句，学音乐的孩子真的有气质啊，跟海军姐姐是一样的。我们奖金挑战赛除了很可爱的小朋友啦，或是来挑战者，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得很好之外。我特别喜欢是家人一起来的感觉。你看哦，刚刚虽然我们这样开玩笑，但是我们在看家珍唱国外啊，或吹法国号的时候，爸爸是很骄傲的。刚一唱歌，我们全部评审说哦。哎呦，这歌能够唱成这样，然后我们耳机就直接拿下来，因为耳机听耳膜会震破，太大声了，对不对？是铁肺的感觉，就像我的笑声一样。对，真的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那个声音的厚度啊，不输海军姐姐哦。我觉得美浓人唱歌都不得了。对。然后可能因为家珍哦，她吹法国号，这铜管乐器哦，我觉得铜管乐器女生来学习的话，我觉得有难度在。对。她其实很厉害的，因为她除了靠肺活量，还要靠嘴唇。对不对？要靠嘴唇的震动，我觉得协调性很好。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因为乐器的关系，这个歌我觉得你会分配。我觉得这个歌让我听起来是很舒服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乐器好好学，歌一定要继续唱，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回来这边比赛。你今天表现我很喜欢，然后我也告诉电视机很多的小朋友，不管你喜欢唱客家歌的，或者是有乐器有才艺的，欢迎你来我们这边奖金挑战赛，好不好？加油！谢谢。那你看你有没有拿个奖金嘛？好了。苏家珍嘅分数。哇，97分。有够猛。差1分，我们98才拿得到。怎么办？那么远的地方来，就为了只差那么1分。这个奖金其次的，我们最主要能够上在舞台表演啊。对。他脸光，他眼睛快跟他爸爸一样。妈的，欺负俺的美浓人实在很优秀的。容易哦。接下来就是真实的比赛。真的要比赛。好，我们一起来看比赛，好吧？好，来看一下。海选挑战赛比赛规则：参赛者各人唱一首歌的，分数31分以上做得过关，分数冇达到31分，强势淘汰。现在唱到一家小先生。反响大家哈，有個各位朋友，今日呢是有新呢一季開始咧哈，唱歌家要注意節拍，感情，然後認準，最重要冇忘詞哈。還有一點都不用輕鬆。唱歌家說，請歡你來唱歌來參加比賽，用張作德，心態不用用，你就會很好嘅成績，加油！好，有請 TVB 來自高雄美濃陳飛雲唱客家麼嘢？來睇看啦！我歡喜有一個緣分來參加農業大擂台嘅比賽，希望等一下唔會緊張，好好將一條歌嘅唱比好。感謝大家。客家
阿峰哥哈，是陈老师，佢叫妹妹好。你好，你好。唐讲咧国社会先生，係你客家語嘅先生，客家語言的先生。哦，就乡土文化啊，鄉土語。哦，所以我剛稱你陳老師對了耶。快死啦！哎，搞幾久嘅時間咧？仲頭擺多件咯。7、8年有嘅吧。 7、8年啊。帶來數嘅時候啊？因為客家語嘅先生唔係正式嘅安尼。所以你這個唔係正式的先生。係，我只學教。哦，就是不是正式聘請，不是正式的學校老師。那你這樣很忙哎。對不對？節目閒嗬，係啊係啊，誒動咩動媒體啊，教聲你有音嚟教工藝講。冇？冇啦。冇嗬。他是小學，你是把他當做他5、60歲了啊？妹妹咧。對嘛？我今日美容類都有得比嘅，係啊，嗬，安燕，嗬，創到加看穩穩嘅啦。哦，誒，暗地是8件種哦。嗰件種。唐李亞先生嘅貢品啊，嚟嚟。一家小先生啊，我是感覺啊，廖叔哥你唱得真好，即真順啦。感謝先生。唔過哦，我意見嘅建議是講，你做得用講話的方式嘛，像你在搞嗰條聲音嚟做個講話㗎，個經驗，像客家乜嘢這種東西，就有上下會切，會細上，會太上，會起來，你表情做出來㗎，就唔係純粹是你要唱歌的技術。客家妹嘢，唔怕風寒送山講嘢。好，安尼嚟看一下今日安尼美濃嘅誒先生再拿到呢度分，拍拍歌管冇嚟。陳飛文嘅分數。進來後就看冇按鍵種，好就會分數更高了哈。家先生講嘅幾條歌嘅表現嘅方式，意思講客家妹嘅，哦，轉原來轉較講俾人家可能客家妹嘅，就是平平啊，你啦，哦，佢意思講有個輕重，哦強弱嗰種感覺。種講法樣啊，好，安尼了解啦，好，了解，好，加油，恭喜，下次見。搶回座休息。好，感謝。搶回座休息。你們美濃人哈。哎，我替白送天師直接慢呢。肉色的，哎，真的。下來，來自苗栗上班倉樹林帶來熱頭花。我來談下啦。從小就對客家歌謠很有興趣，可是因為後來讀書就很少接觸客家話，直到現在有空，然後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參加這個比賽，所以覺得很開心。也天。
哇，淑玲，哇，他声音好特殊哦，很清新啊，好特殊很细的声音，唱得很开心哈。是啊，蛮开心的。对，蛮开心。T 拜来哈，T 拜第一次来。哎呀，哎对，他听说他是我们同行呢，也是我真的哦们演艺圈的工作同仁。哪一个打灯光的？没有服装女生打灯光，打灯光是打东东，还是摄影组？服装组。哦，服装组啊。那服装组是跟那个像我们这种电视台录影的，还是跟剧组？剧组，哇，那很辛苦哎。对，拍戏的。有跟过什么戏？现在跟的是大爱的。哦，大爱的对，正在拍的。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真的好辛苦，甚至比我们还要辛苦，尤其是跟剧组的、跟剧的，我就觉得。哇，那种跑来跑去的，不管下雨还是大太阳啊，什么都是，对不对？还要拿着我们的臭衣服、脏衣服，然后还要归类整理之类的。对啊，其实每一个单位都很辛苦，包含灯光啦、摄影组什么都好辛苦哦。对，非常辛苦，真的。谢谢你们哦。所以我们跟伟大的幕后的工作同仁们致敬呢。我们敬爱你。后来给你唱完样板，我们老师好像一致认同，还不错的样子哈。因为老师都有点头哈。贡品来，这位老师，他在唱第一句的时候，我们4位老师说，哎，看了一下，这个声音是很有质感的声音，他的音色很好，他音色很好。可是因为第一次上台真的很紧张嘛，他第一句虽然唱坏，但是不影响你后面的表现。我希望你再轻松一点点。我觉得他在这里，他音色就先加了很多分了，对，很有质感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当然第一次上台紧张难免，我希望你之后唱歌可以再轻松一点，就像这首歌一样，你很多譬如说哗啦啦啦或沙啦啦、下啦啦啦那个地方，你真的再轻松一点，你会让这个歌的质感更好。就是变成你的歌了哈，我觉得很难有人可以在我的眼里超越曾雅君，我觉得你有希望。我希望你慢慢在后面，能够把你的音色、你的音准，然后你的唱歌的态度再调整一下下。我觉得接下来，我想在这一季你大有可为，我很期待你，加油！哇！高分数来，唱淑玲给分数。好，轻松过关哈，希望后面看到你有很精彩的表现，好不好？对，好，谢谢你啊！下次有机会帮我借的衣服要漂亮一点。好嘞，撒下來。來自苗栗銅鑼劉建前帶嚟新時代嘅戀愛。好嚟彈講啦。如果東亞西亞比過天梯，比了安橋到靈美嘅愛那。這麼多季下來，我終於看到客家有這麼好的組合出現。我覺得在這一季裡面，我看到了很有特色。我們常在講，我們很需要除了喜歡客家歌之外，我們也很希望有特色的聲音出現了。福卡永遠的心獨立。今日我第一擺來啊參加比賽，希望一擺比賽唔會緊張，有名次。謝謝大家。先做阿哥。眼內後生團隊，還有好身材，三頭兩翼힘冇衰，感情發燒將翻盤鋪我開，新嘅時代，新嘅年代，約會唔叫行到用書蓋，路頭路面啊咁難強大。面翻開，阿妹愛，天
幸过在。你好，朱大哥好，朱姐姐好。朱姐姐，哦，你好，叫甜心啊。现在每次都要叫我甜心。她那么年轻，你叫她朱姐姐，她当然不敢应你啊。是因为礼貌上还没有进来，所以要叫姐姐啊。还没有进来，好的，礼貌啦。啊，对啊。天哪，意思是说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对，很紧张啊。踢摆比赛吗？踢摆参加比赛吗？对呀，对呀。你平常时做嘛个条路啊？就工厂做些啊，没有啦。我以为你有画画哎，因为感觉没有艺术家忙到都没时间剪头发。缺钱啊，缺钱，家里钱不多，剪一个头还很贵，对啊，把它省下来14000。好啦，很公平。公平。你们聪恩用白，世慧老师。其实唐东阳客家国语哈，当亲切。好像我回到苗栗，常年就待到哈，感觉好像跟我堂哥在讲话。好，OK 我们回到正题哈。因为其实我们流行上，因为公司采访因为挺紧张。好，不过大家老这位老师啊讨论下问题，我感觉唔知头前啊，因为冇经验嘅關係啦，所以呢可能會講樂趣啊，會即係會做題目，入歌嘅時間會做題目嚇。金竹阿哥好眼愛，後生團隊還有好身材。其實你係用人嘅聲音嚟講，其實已經比標準分其實都拿到嘅。好，其他部分會緊張嘅部分啊，係講係做地嚟話，就下一擺慢慢地訓練出㗎。好，其實人家聲音以後哦，公司才真嘅以後，創客家個清好嘅聲音。好，我希望講，今邊創嘅藝術講到新時代嘅戀愛嘛，錯嘛？今邊創到最後唱人老歌講嘅，今邊做到 unfashion，結果其他人點點下，一定全部想講係咪有動作？老師說，國立老師講唔應該用動作，結果全部。應該有動作，結果用點點冇事情。係，踢敗了小可。來啲 hip hop 安尼吼，結果冇感覺，奇怪又冇痛吼。迄根本你有機會好順利過關的話，係真係冇想到。真嘅吼，我掟。點出嚟？看本書來，係啊。劉建清嘅分數。哎呦！好彩哟，係啊，我1比9分，1比7分，差1分。係啊，啊，你先用恭喜啊你，好嘛？謝謝，謝謝兩位主持人。鬼唱得好跳舞哈，喊你真的有跳舞啊？好不好？哈，豁出去啦，豁出去。好，希望你能夠當個一個動感舞者啊，動感歌手，好，好，恭喜哦，恭喜！好，撒下來。來自苗栗粗口賴淑鳳帶來123的兩面情。哦，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賴淑鳳，喺苗栗縣粗口鄉。今晡嘅天擺來參加呀農業大擂台嘅節目，希望今晡有好嘅成績。安子說。老師，帥哥美女，你好。你好。哎呀，快些咯。你點那邊試唱誒？到苗栗市菜市場。菜市場。哦，也拜，最後一拜海選的時間。
算系唐讲去参加嗰個動島拜嘅嘅你哦，比賽哦，思聰 V。哦，就一百樣順利錄取安尼係嘛？唔係，有你啊？冇安尼đảm量過來。哦，有高管呐，他有錄取的，每次就放了我們。之前在元樓也有，放了我們大概5、6次的。沒有啦，恭賀誒哦，喺海選然後有順利過關的話吼，就送。制作單位聯絡。唔係，製作單位會送1兩年的 T 恤表演。哦啊，鬧熱大擂台，還有一啲禮物，拿到禮物就拿這位。喜歡啦，喜歡啦，就為了一禮物。我喜歡的衣服啊。拿5、6兩嘢啊？沒有啦。啊，上講拿到5、6兩塊色啦，就衝一下好誒。沒有啦，是因為有朋友一起來，我才有這個膽量過來。有朋友過來。哦，有挺身入操嘅啦。哦，衝國也是有時候需要結伴來啦，你衝去的樣。有伴啊，看他們無聊啊。對對，他們喜歡那種。我膽量啦。他們喜歡喜歡廝殺的感覺。萬一朋友輸他也不好看啊，對嗎？對，還是要較勁一下啦。哦，好，今日唱一條歌嚟談一下公平來。好，有請羅國立老師。淑芳姐姐，今日因為緊張嘅關係，所以人家聲音冇上開來唱，人家身體也硬硬啲嘅緊張，對嘛？哈。我跟你講哈，其實在海鮮一部分，基本上我 CV 評審一個門檻都不會太高，好，因為我們都知道你們是很多人上來都是因為緊張，沒有把實力，沒有火力全開，沒有真正替代緊張啊，那我們都會願意多給你們幾次機會，100了、200了、300了以後，當你越來越熟悉這個舞台的時候，你的實力就會漸漸的出來。其實我 CV 評審期待的是這些東西，所以我給一本淑芳姐姐建議沒下呢，先適應這個舞台，讓自己慢慢的把這個心情，通過心情不用輕鬆，以後兩個實力才會拿出來。你今天是很棒的，也是很棒的，小瑕疵難免，沒有關係哈，加油加油 ，OK。好，安子先，你來看一下這本書。來，淑芳一本書。謝謝。謝什麼？謝謝老師，謝謝主持人，然後謝謝感謝我能來參加鬧熱大擂台。雖然是有一點小感冒，我下次還有機會。那我們海選見哈。啊，雖然冇歌唔怕，下一把海選，他好好唱啊，好不好？加油！謝謝，感恩。好啦，會做消息。我殺下來。來自美麗斯總鳳珠帶來我明日。來聽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來自美麗。我名到鳳珠誒，今日當歡喜來參加呀鬧熱大擂台，希望有好嘅成績，感謝大家。姐，天春的啦，啊，天春來啊，天春，
哈，说不定他是主要来报名的，那个才是天生雷个。迄慢人听呢，慢人听慢人。哦，哎呀，你，嘿，用个，记咩讲记天气，啊，其他讲记天气，倒带，嘿，好冇冲呀，有嘛好长，对嘛？嘿呀，本身做嘛个条路啊？帮厨，哈，帮厨，哦，帮厨系嘛个呀？就是二厨的意思。哦，有一个新主厨的旁边主厨啊，他就帮厨，切菜啊，切菜啊，劈菜啊，你啊，跟你有咩懂会料理这操？唔會啦，唔係，你做乜眼費死咯？你做乜眼費死？來，今日創作樣板，你唐先生嚟講評啊。一個徐先生。鳳珠妹妹哈，這個大宋，我覺得還是感覺講嘅創國家哈，你要聽嘅挑家，你要去找你最高的那個，你能夠你做得創作那一位嘅，因為中國它有很多不同的共鳴方式。人家說國語你創起來就有得乖乖就是講，哎，都大家你是創唔起的，啊國家呢就沒有換共鳴區，就硬這個硬把它衝出來。然後我們耳機拿到這個地方，你一唱到高音就啊這樣嚇一跳哦。像你說國語你要青島唱講法樣嘅所在，那會要強，那會要嘅，然後啊。我唱到大家，你就唔好明唱自己按緊苦頭嘅唱歌。唱歌其實真簡單，就講你要唱到高音卡，你下巴收下來，然後唱到高音的時候呢，把它往後縮。把整個的身體往後壓，那個自然聲音順出來的時候，給高音就會很強。吼，那是基本的功夫啊，唔怕。還是跟我講哦，你今天來你很開心嘛，不管今天有歌冇歌，你下次還要再來，對不對？對。這是第一重要。你下次要來的時候，應用版，也許是下個禮拜要來，也許是下一個季要來，不過你要準備好啊。哦，像係頭先講嘅，把你的音域位置調試好啊，你的唱歌的方式都調整好了以後，你說不定下個禮拜就讓人家眼光一亮，對不對？好，加油！謝謝安主席。我唐安的葉教授老師啊，你講落去應該本期嘅分數唔會高。唔當故意切菜哦。係啊，來看一下總分100分，來。總分組嘅分數。謝謝。謝謝。再來好不好？好，我們的節目隨時為你敞開大門，謝謝，好不好？謝謝安子謝，好，謝謝。好，來去做休息。接下來，來自台南東區鄭真順帶來韓歌。來談下啦。對我來說，不管在什麼樣的舞台上唱歌演出，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啊！希望我的歌聲能夠打動各位觀眾朋友，謝謝。是假假咪，比了安
言都灵敏的爱难敌，不管行啊行都奈比，不可永远的心独立，不管行啊行都奈比。不可永远的心独立。哇哦，是不是？哦，perfect，哦，两位好，两位好，太像话了，这个这个已才叫做经是算来表演的啦。对，你们是来表演的吗应该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吧？哈，你们这一个组合叫做什么？捏梅子吧。捏梅子吧，哎，好有创意哎。那你是主唱？哎，是。他是和音。啊，他是那个我专属的伴奏。专属的哇没有他你就不专属的行，这样就对了。是是，啊，两位都会客家人吗？爱黑银黑。唔黑，金黑。你阿婆啦。我是台南人。台南人。对。哦，那爱好朋友。台南有客家人啊？没有，伊阿婆黑闽南人。哦，闽南人。两位接触客家很久了吗？有，客家歌曲。客家歌曲是我那个后来有比较在研究了。对，近一点，近一点。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的吗？你在做什么？你是有在客家单位服务，嘿吗？在台南市的客家协会当乐舞团的歌舞团的歌唱老师。客家协会有歌舞团哦。有。客家有歌舞团是跳大腿的那，对啊，跳大腿舞那一种吗？那个归舞蹈老师的事，所以我不知道。哦，不是那个，哦，好，你是负责唱的部分。我只教唱。所以两位真的音乐人，没客家人，你不是客家人。对，我不是客家人。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接触客家歌曲？因为我跟他认识很久了，然后他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他就找我。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我听到很多很好听的客家歌曲，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我想你们音乐人应该接触客家以后，发现哇，真的客家歌好棒，真的。而且现在很多人开始在推行这个，越来越多往流行乐去推。会很难练吗？以你不是客家人来讲，其实还可以哎，还可以啊，还可以。我想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嘛，对，对不对？所以真的很有帮助啊。所以弹久了之后，以后你也会讲，然后就慢慢的就会唱。对啊，就希望也可以会讲这样。对，你们就这个组合就很棒啊！这客家没有这种组合哎。那时候我在台南海选的时候，我就问过那个郑顺，我就说，哎，我看你的型好像，不是会表现客家歌的人，为什么你会按有 him 冲哈嘎狗？他就说，因为他要传承，他觉得如果那么美的客家歌让他迷失，让他不见的话，他觉得太可惜了，所以他说一定要来报名这个比赛。我觉得他的型也就是很艺术啊，有点像小型的那个谢宇威，有没有？他主修声乐，主修声乐，难怪那么会唱，刚刚唱的几乎都是完美了。对对对，真的好。我们今天先听老师来公平一下，来，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好，按斗归下了这么多季下来，我终于看到客家有这么好的组合出现。我自己也是组合出身的嘛。对对对，所以我听到客家好像没有这种组合。对，客家没有。对对对，我觉得很棒，因为之前来可能都是伴奏归伴奏嘛，唱歌归唱歌，但是这次我很开心看到郑顺带着你专属的吉他手来，而且他刚刚合音合得很好哎，而且我刚刚一直觉得他是客家人，发现他不是客家人，他有几个音啊，几只音哈，唱的比曾顺喊他准，你知道吗？喊他脏哦，真的喊他脏哦，真给这个好像不是好事情，你听得懂吗？你听得懂？稍微听得懂，听得懂哈。他张，他叫王浩正，所以他唱得很正啊。对，所以我很开心看到你们这样的组合，而且我觉得在这一季里面，我看到了很有特色。我们常在讲，
我们很需要除了喜欢客家歌之外，我们也很希望有特色的声音出现了。然后当然正是因为我想你有很多的表演经验，那今天这个舞台是你第一次站上来，难免紧张，但有几个地方还是后面音准的问题，譬如说几多春夏秋冬，我觉得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音准的问题。那唱歌我还是建议你，既然带搭档上来，还是要听听搭档的声音。好，唱歌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互相听。然后我觉得你有个地方唱得非常非常好，你回去看播出最后一句。不管行啊行都奈 V 那个奈 V， 你两字都唱得好好听哦，因为那个音介于真音跟假音之间的那个虚实之间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顺又自然。有些人可能刻意要去做，还做不到，但是他却是很自然的唱出来。不管行啊行都奈 V， 不可永远的心独立。我觉得这首歌你挑得很好，我很期待你在这一季你们两位的表现，加油！真的好，谢谢老师，我也非常的期待，好，真的好，按你这分数应该不用看了，我觉得很高了，看一下啦，看一下，看来都来有一个，好，来看一下，来，郑真顺的分数，黄体欣赏你好，厉害，看到你改名啊。送你几类，冇办法马上播啊！伊改名啊，社会震惊啊！今暝夜米咧人看到唔天記法個，按牛按加油來係咪？家啲啲浪費家有人下講，哎呦，唔用來。好，按你这分數應該不用看了，我覺得很高了，看一下啦，看一下，看來都來有一個。好，來，看一下，來。鄭真順的分數。順利，新年過關，謝謝老師。順啊。那往後還是都是你們兩個的這樣組合嗎？還是要看你的時間。還是看他？都就是看時間都不都上，因為我現在也在念研究所，對，所以有時候就是看之後的時間這樣。當然能來我就會來，車馬費報高一點。能來我一定會來。是的，我是希望看到你們兩個這種組合，就像那個這個黃連玉跟陳昇一樣，對不對？他們也是這種，就很棒啊，很特殊啊，好不好？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下一組是誰來表演，好吧？來自台中豐原吳湖邊帶來客家本色。好，來聽看啦嚇。老年擂台來出場，客家文化愛發揚。今晡來創一首代表客家人的精神的客家本色本大家聽。充满人間，奉獻世間客家人，守護心田，正正當當做一個良善嘅人，就像恩嘅老祖先。
皇帝欣赏你好，你好。我冇年代。我到你改名啊，送伊归来，冇办法马上播啊，伊改名啊，受过伊震惊啊，係嘛？唱過啊你啊？要唱冇？哎呦，10分唱啊！哎呦，做咩係咩？傅鳳儀先生啲安尼節目比10個擺嘅位沉水平。有見過嘛？但是有人係講，啲老輩間，哎呦，唔容易來。哦，就所以見面咧，人看到天機發講，按腳要來係咪？嚇，係啊，天敗來。真係要10分唱咧。係啊，咁講能不能嗌見面天敗來，天敗上台，完全唔曉得。台中客家文化總幹事。台中啊？我12年，我逢年40年。但是完全唔會唔記得客家話。當然啦，因為客家精神，到前年9年呢開始有客家協會講，不當嚟講係做總幹事，一口就答應講，一天來推廣客家文化。要貼配伊也是客家本身，嚟表示人態度，係嘛？所以金幣嘅意義嚟了，就拋磚引玉啦。我60年前嗬，雖然做得唱歌嘛，雖然講唱得唔好嚟講，但是係清亮嘅，清亮大兵都客家精神。先主要來比後推崇嘅客家鄉親，咁樣哎呦，我推崇嘅協會嘅理事長都來比嘅，安尼我就要來比。哎，你這樣的其實非常公平。好，吳太哥哈，邊個你好？本來一種感覺係就係當快樂來唱歌咁樣哈，就用當輕鬆嘅方式來唱耶穌歌嘅，所以其實係講，比較乜嘅東西，我感覺講對人來講耶穌歌嘅，我唱到係吃到就很合。唔過就係講有啲個地方嗬，可能講唔唱歌嘅時節啦，人嘅動作也好嘛，全部當對。唔過嘅乜嘅梅言嘛，有時時會跌下來，跌死咧，係要靠要走體死咧。願有本夢祝中年，千年萬年。唔過我當欣賞唱歌嘅時節，唔會去教會要，主要唱老師。特別就講啊，唱歌啊，唱廣話，廣話唱歌嘅，所以我感覺今日做得一好，嚇，阿媽感謝對人哋客家話嚇，對人哋客家文化嘅傳承咧，按大餅啦，嚇，按住些。好，按住些啊，謝謝。給看分數咯，吳炳的分數。謝謝。同意啊，要過關31分就過關，33分咯。理事長來又做我過嚟開玩笑。咁樣平常個。真麻煩，以後多帶啲位鄉親。客家鄉親的比賽希望當然希望講客家啲賽來台中市後來攀海線啊。有我安排。係選秀啦。安排。因為台中市啲嘢按當然咪。有5場，好唱。都是真他個可能配合的哈，真帶來的一個海鮮啊，你們。萬事不辭。用洪荒之力。洪荒之力用出來了。麻煩你，用萬馬奔騰的洪荒之力哈。謝謝。什麼你啦？謝謝安子生。來自台中北屯，黃天飛帶來種種音。等啦。Hello， 大家好，我叫黃定宏，來自台中。今天很開心能參加這個比賽。我今天帶來的歌曲是《掌中音》，希望能得到好成績。相知相愛相隨，嘅愛就像風中嘅花蕊，短暫又美麗，掉落隨風起。
情多年，让爱在你心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惊你变心，千山万水也卖情多年，发在你手中给引，让爱在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惊你变心。哎，你好，好，大哥好，哎，对好，你好。不是客家人，哎呀，好多年呢？啊，好多年呢？台中嘛，台中北屯，对，所以你是跟着我们理事长来的吗？没啦，伊迄俺们之前有在长水闸叫陈栋梁，国家的栋梁。哦，对，陈栋梁推荐那个定宏来参加的。对，你跟他认识？对，是怎么样认识的？是一起参加歌唱比赛？对，唱歌比赛认识。哦，那你开始接触客家歌多久了？7月份接触的。7月份，那现在才不到一两个月哈。对，所以因为他的一个时间啊，迄开始的时间，俺每讲晓得一多条客家歌，一样刚讲一时间才跟我讲说2、3首，对不对？几首而已。现在嘞？现在有没有练起来放？大概差不多3天就可以，差不多1首。3天1首哦，那这8、7月到现在，那已经有大概1个月30天就10首，那应该30首有了。没有，但是要找到那个适合的声音。适合的，对，所以你刚刚觉得那一首歌很适合你。是啊。算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哦，那像从客家歌啊，俺那客家话咬字发音，你是怎么练的？就是去查那个客语词典，去听那个发音，就每天都要这样听，对不对？对，就是每个字去查询这样。对，你不是就是听 YouTube 的点播，然后来听这样子而已，就是也是有去对照看音正不正确这样。哇，那很认真的，感谢你有客家心来参加我们客家电视台的节目啊。哎呀，唱的怎么样？要公平一下。也像罗国立老师。当你歌一唱完，大家知道说你不是客家人的时候，马上评审就交流接着说，老师要给他鼓励，要给他鼓励。虽然说你今天唱这首歌的那个很多咬字真的是完全不对哈。我觉得有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你来比赛的时候，我刚一听你说上个1个多月前学客家歌，你就来比，你就敢来比，就冲着你这个 gas， 我们就一定要把你留下来。你的声音本质是不错的，是很好的，只是你的客家话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加强。我们很愿意再多给你点时间，看到你的成长。好，但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建议听进去。这次客家歌比赛，咬字一定要标准。好，就像你如果去比台语，你去比红龙版的话，你的客家，你的闽南语不标准也是一样会被刁。对，同样的道理，我们给你很大的鼓励。好，客家话一定要学好。好不好？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跟我们这个理事长可以多学一点。好，请教前辈长辈啦，好，他会很愿意的啊。屈至老成啊，急则可相依啊。对，好。胡嘞？就是他老人家，你如果你长辈，你如果很可能询问他，像他，对，他会很乐意的。有礼貌，他就会很就会很。对，通常我问他1句，他回答我20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心肠有那么好。长辈心肠特好。对，长辈就是有这种度。好了，看分数了啊。王天平的分数。刚刚好过关哈，哎呀，恭喜你哈！好，谢谢，继续加油，加油，找一些适合你唱的歌，然后咬字部分请教一些这些前辈们，好 ，OK， 好不好？好，谢谢。好，回座休息。
係下禮拜係同樣安尼傳統組嘅新的一季嘅比賽啦，哈，全新的一季哦。我哋些比賽安尼參賽朋友要來當到新的朋友，係，啊，唔知來到之前有來過安尼嘛，好，等下咱來好好訪問下嚟，哈，比賽之前就介紹安尼評審先生，嚟，李秋霞先生、林正義先生、羅英英先生、曾明珠先生。好，比賽之前呢，先有請到李秋霞先生同我哋一條新的好朋友呢來講下評分標準。啊哈，恭喜恭喜！今日呢，就是你倆按多位參選者通過了會選選秀會過體咧，唔過今日進入到嘅比賽啦，所以我相信大家咧心情亦都是有緊張，唔過記得唔好緊張。能夠通過今日了選秀會選的成績，能夠你哋進入下一階段比賽，就靠大家。我唔記得4季8節、傲視、感情、韻味，也同你要記得啦。最主要莫唔記得你嘅歌詞啦，加油！加油！唔點人講到來到阿先記嘅地方嚟咯，加油！介紹自己講法時間，還要講一下佢嘅名啊。好呀，你啊哈，這個叫名啊，啊哈，秋霞老師越來越活潑了。可以講啊哈，啊哈，給我一杯忘情水，換我一夜不流淚。Thank you。喂。好。新朋友貼緊張誒。嚟啦，今日進行嘅比賽 ，TV。來自新竹新埔嘅廖崇發帶來評判。嚟等一下。非常歡迎來到了老日大擂台，希望能夠順利表演過關。人才是那件啊，回想忧愁那，数到了大那个吧。主持人評審，大家好。崇發哥好。發哥你好，你好。發哦。帶哪嘢啊？新竹人心不盡。哦，有來過冇啊？看樣我都唔識來過。天日拜來。麥克風根本拿喺度講法，你想講啦？天日拜來啊！啱開創樣講到嘢下爭來啊你啊嚇。日見學嚟來啦。見學嚟來啊！那叫緊開始學嘅。3-4年前要學嚟來。哦。間見學而家學會唱到啦。哦。伊講伊44時節學，讓學唱客家山歌啦。44。嘿。而家到60。啊，而家梗係陸續冇講因講伊樣學上新年。上新年，所以44歲啦吼。
40歲上多啊，你們嚇死！冇啦，而家60嚟啦。60歲。所以學生細個身體要較健康啦，哦。要啦。係啊，人家加可能創嘅時間一開始有時候可以緊張，聽一遍時間，哇，就可能嘅當穩咧。懂有心情。你貼窗口的時間吼，牛哥吼替你捏一把冷汗呢。第2趴的時候，他才比較冷靜呢。真的真的，我替他衰氣，替他衰氣。衰氣，頭邊冇衰好啦。我是頭邊冇衰好嘅。衝到樣板啊，唐先生嚟公平啊嚟。有請秋夏先生。你要從發先生哈，你講我第一擺嚟有。看得實，因為你要緊張。啊，可能你見到馬卡喺度，啊，風紀下3條嘅，冇得被扶一下咁咯。很切。嚟，人家唱歌係有啲啊，笑容是挺好嘅。唔過家真嘅是挺緊張。即緊張咯，就會影響到你嘅心情，你唱歌嘅節拍。啊，你是人才世間愛上床，你愛上床嘅時間，你節拍得多少嘢，冇講當穩。啊，還有數多打擊，唔係數多。你數多打擊，你多哪位？好啲強咯，咬死是冇強咯。你冇數多，你多哪位？數多係輸啥？嚇！愛堅強，強嘅時候你嘅聲音多少要甩起嚟啊！嚇！還有失敗唔係失敗，失敗還有成功嘅。只有雲可見太陽，你陽是咩？強咯多少要甩上哦。在今日呢，用第一擺來，當然啦，喺本身鼓勵，你還有進步嘅空間，你要加油哦！謝謝。冇強樣嘅，冇強樣嘅強調，我加油哦！我咪會講佢兩年。懂站我。係啊，太強啊！強啊！我講啊，鳳姑，你講嘅佢哋很神奇哦。你講嘅佢哋佢神奇。我被講啊！你看一下本書。嚟看廖崇發嘅本書。同歌咯，31分就同歌咯，32分。哦，安尼繼續加油哈！安住先，安住先。你該講見咯。你貼擺落去，冇經驗啦，慢慢嘅，佢就有經驗嘅。好，嚟殺下來。來自苗栗南莊種種秋蓮帶來3個字。好嚟，彈下啦。今日來到了鬧熱大擂台，希望電視前面的親戚朋友老埋加油。山歌采茶。張老師 any key 啦，什麼 key 都可以。我古條嘢。阿妹姐，你可以好好地聊下嚟。唔拜我只拉嚟到時我做來了以後，我潛嘢，我拜託唔傾先，要潛多嘢。麻煩泡一杯茶吼，準備啊你綠豆椪。變多了。咪捌出去講啊，唔講唔錯嘅啦，講起羅斯風講嘅嘢。拜託，而家講，而家講硬講嘅講唔錯嘅，唔都講小眾講嘅。而家放門藝就係用使一規範。所以我企喺度邊講講啊。
主持人哈，裁判哈，各位观众哈。好。无礼貌嘛，秋莲阿姨。咁么呢？秋莲阿棒妹。无啦，拢系新人的喊阿姨出啦吼，尊重啦，对不对？青菜做得很，青菜做得好，阿婆。来自哪边呐？南庄。南庄嘅西妹。南庄嘅西妹嘅酱果摊。酱果蛋。嘅酱果蛋哦。酱果蛋。哦。啊，米浓嘅西妹嘅五果摊。冇啦。千拍枪。千拍枪。南庄哦，南庄咧出牛，安尼强人青岛啊。有啊，每个地方拢出强人青岛啊。假爸爸做南庄人。乜？哎呦，我呢？狂腔。係嘛？狂腔哦，牛啲哦。狂腔人。狂腔石頭山下人嘅哈。係。石頭山。錯。石頭山。石頭山喺說南莊係啊。哦，石頭山的山腳下有很多地方。那個地方很大。石頭山咪算石潭？沒啦，石潭還石潭。有冇強樣嘅哦？哦，石潭都個苗栗個偏鄉。哦，南莊。好嘞。來，有請到林占義先生公平。來。第一條歌嘅嚇，最主要係乜？你要口弦嘅發聲啊，唱變咯，你唱出來聲就啪啪滾，你話啊演啊係演到嘅，結果你唱出來後弦咩嘅呀發聲嘅鋪位嚇就啊唱面前，所以你就摘出來去嘅聲咗呀。嗰個呢，你唱出嚟㗎嗬，都天氣幾家天光早多日頭烏啊嚇，嗰啲嘢就要慢撲嘅。天光了。但是呢，你講哈，農家子弟哈，親心了來苦呐哈，唔係咁樣哈。你有冇啊？親心了來苦帶上去，就唔會壓下來，因為你用嘅跳嘅係較大嘅咩，啊那大樣嘅唱腔，啊了解嘛？哈，你再去彈呢，你就會低。但是呢，幾首歌誒，還算起來哈。主講有張開始家客，我哋就喊起位人就鼓勵啦。就本人就講嚇，啊張開始唱嘅，哎呦我哋歌一來到去，莫你喺拜我都下來嚇。但是呢，比賽係當現實嘅嚇，啊加油！好，安子謝。所以而家要識去跌破我哋，唔好影響到人嘅神經啊。唔會啦。會。哦，安尼好啦，來看一下啦，看有影響一太嚟。係，中中秋蓮嘅分數。謝謝。快睇嚟咯，29分咯。而家要跌破唔掂啊？要點啊？唔掂啊！唔掂啊！加要慢兩步，所以係啊，較歹勢呢。哦，係啊。好。啊，喊200個再來。好，2號讓來哈。好。要不然運氣較慢好啦。好，安尼下先可以做小事哈，歹勢啊，順利啊，順利。好。好，嚟殺下來。上台來自苗栗南莊范阿咪帶來老山歌。可能。基本有機會到了當嘅大擂台來演唱，希望大家唔好緊張，順利過關。
新年好。新年好，大家天气天面前的观众大家好。好，你啊，阿明节可以插火点啊。插火点？哎呀。哎呀，用电脑。哈。杂货店女老板。调查会啊，哎呦，咪咧参水杂人啊，拢调查会啊。我样第二间讲嘛嘅，无法讲。啊，生意好无啊？生意咧，我客来我哋講唔多，人哋啲各行冇啲嘅鬧嘢嚟。是佢好舊嘅啦，哈，反正都老店係。50多年了，11年了，快51年嚟咯。快51年，哇，厲害！啊，見係有啦，嗬。有啦。買附近咧。買嚟食喺那老人家食飯就有啦。哦，安尼當好呀，啊，見就創山歌咯。係啦，行咗好創山歌。係啦，快樂呢。尤其我冇看見啊，佢嘅歷史上面有記錄嘅啲歌嘅地方。哈？哎呀，特別個王夢麟就俾到佢創一條歌嘅。真的哦。阿妹阿妹幾時搬家裝？我急得快發狂。今天你要老實講，快做誰的新娘？謝謝。謝謝。謝謝。又不是你在唱，你謝什麼？不是，你講到你為了他唱給他聽的呢。你故意我跟人講，我去比賽時就可以羅斯風啊，比了愛好唱一首歌俾佢聽。係咩？還說快做我的新娘嘅。有嚟過你點啊？唔嚟過。有嚟過？有啊。 5年前。 5年前。片現來下喺來。有嚟唱。有嚟唱哦。有來比過啊。 過3關啊！哇，那就看你這一次能夠過幾關，看有過6關冇？過關斬6將，好嘛？來看你點樣唱到樣板。有請羅教授。基本嘢範題啫嗬，可能挺緊張啦嗬，所以略略要到地方來改進一下嗬，所以我想我係緊張嘅氣氛冇。 安排啦，做得表現到很下好嗬。就係講基本從你羅山歌嗬，雖然講你講你係羅山歌係詞語嘅節拍，咁講你從起來呢，彈起來特質時嗬，到當注意去唱，所以呢，電到嘅韻味係少睇起嚟嗬。咁講你嘅聲音，然後你係羅山歌結合起來呢，當住你係客家山歌嘅進行啊嗬，樣板你係進行做到很下正，一樣嘅。 歌上唱為聲音嗬，比如講呢個第2句嗬為美音，你美音兩隻詞係隻形容，嗬呢係喜團體，嗬嘅基本嗰個意思就會係唔簡單咧，嗬，所以喜愛保持好嗬，攞去重說。唱好啊，為美音呐。 香港呢，應該每人嘅音歌我成日到，因為係可能你係詩詞嘅時節氣肉不足，和體育揸時有唱到挺出力，所以應該每人呢數起來就冇按講，冇乜嘅打緊，最重要嘅你嘅音歌略略一跌起嚟，嗬，係講按樣興就會很危險。香港嘅提示記又係多語檢，嗬，語檢兩隻詞又係越好起來嘅重算，嗬冇團體，你係講你做得注意到很下好嘅方向，從起來應該你係三個呢當用自家嘅韻味，嗬，是冇你。好，謝謝教授的講評，哈。這個立秋啊，請邱霞老師，我補充一下哈，安尼阿咪姐吼，人老山歌就講咧，安尼三態啲最難唱嘅啦，佢最高音是咪，最高音嘅咪，你今日嘅感覺，你今日嘅嗓音冇腔啲，吼，嗓啲不咯，佢方言多數有痰卡呢度嘅，係別啦哈，別啦，係錯，因為咧老山歌最高音是咪的音嘛，啊咪的音嘅感覺你得啦為正經嘅真實，吼。 還是音調了上面立體，彎固了彎是咪的音，哈。拉哆咪為真，你說為真咪的時間，你上面是別起來。所以我俾你隻建議，你唱啲羅山歌，你就咪做比好降 key，每天都唱高音嘛。我歌一唱不用啊，每一天我天都一唱到高音嘛。唱到高音嘅時候，你上音爆起來，你怎麼飆音飆上？當叫磨練。
啊，係唔一創咧就練，切對一練，因為嘢落山歌最難創啊，嚇，所以本就建議，後邊你感覺你創唔過，你是做得講起，啊，本就建議，好嘛？講起。好，按這些，按這些。唔見阿 Kim 唔好要緊啊，啲小強老師夠厲害呢，來高來大攏可以呢。對啊，對啊。伊幾好配合啦。小強老師 any key 啦，哎呀，什麼 key 都可以。廿八係故鄉人。對呀。廿八要係有故鄉人。我低石頭山。啊，真嘅啊。係啊係啊。係挑夫，唔記得冇？唔單到廿八八開挑夫。阿姨，阿妹姐，你可以好好地撩下你嚇。你叫我看到對。你把我只來當時做來了以後，我拜託虔誠，要簽多年。冇親愛係親愛爸爸，親愛啊。謝謝。麻煩泡一杯茶吼，啊準備啊你綠豆椪，準備好。啊講起來冇，講起來冇，交代起來啦吼。廿八條我做村長啊。村長那是我阿公啊。阿公啊。一公做村長啊。老嚟啦，就那拍低。唔會啦，係啦，七分鐘好。好來，看本書，來。好嚟，分阿明嘅分數。過關。上次衣服過關，上次衣服。恭喜哈！還這樣來講下。轉一張好好嘅，再上看啊，嘿，看佢多帶很滿意的來哈。為什麼是想這個？不是，他搞不清楚啊。他搞不清楚。你都帶很滿意的順呢？來啊，順呢哈，來，慢慢嚟行。回座休息，我病了。哇，幾閒貨，你看小強今日來，我差唔多兩個親戚來呢，哦。係啊。哎呀，年輕。男裝就這兩個了。就這兩個了。就這兩個了，後面沒有。沒有啦。你很怕哦。我還以為今天來的都是男裝的。對，男裝系列。把你們家底細都翻出來。要把做尊重。來殺來。我哋係陶冶中辣，陳月娥帶來平板。好啦。今本日係我第一擺參加鬧熱大擂台嘅比賽，有一啲都緊張啦，希望能夠穩穩嚟唱，請大家攞嚟加油。我知你好。我知你好。麥克風這拿嚟用哈，係啊。兩位主持人好。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啊，有禮貌哈。係啊。哎呀，是來哥嘛？唔是。一百。唔是來哥，俺學三公啊，唐人公學個10個年嚟咩？
断断续续啦，断断续续哦，冇讲正经时间。你那样劝我跌下落吗？是讲要跌下去。你把它绑好了。唔会啦。我人家冲通用你憋起来呢。应该会憋起来。唔会啦，身材几好啊，保持的几好呀。啊，今晡日来比赛心情敢唔敢用呢？真欢喜呀。欢喜啊，有冇紧张吗？会啊，一点点。一点点啊。看到晒阳机哈。摄影机没，因为冷气太强。冷气太强，我心里有压力啊。是不讲啊？是我们对不起。这一段先麻烦把空调关掉。对不对啦？关灯还得问你了。等下下夜时间跟欧巴的走。对啊，那个冷气。欧巴是吗？欧巴不是乱七八糟的意思吗？那个欧巴，没有欧巴呀。欧巴，哎，你今天还好吗？所以你看，韩国话跟客家话很像，欧巴，欧巴，这小白细细糖都会发。不得不切的，咪不讲嘅，不得不切的。来啵？哎，咪不出去讲咯，讲唔错嘅啦，讲迄螺蛳粉讲嘅。拜托，伊个讲，伊个讲啊，讲也讲唔错嘅，人都讲小钟搞嘅。哦，错，你嘅节目好讲嘅踢踢突突。你要上问来，就係用使要對方。專業，我企喺入邊講啊。我現場都伊咧講對話嘅，但係我講嘅，歡迎曾民主席長。像我自今日吼唱了平板山歌，一般我都會唱平板山歌。喺細妹跳舞嘅人個人係唱得起嘅話，大部分我會用C調。好，用 C 調，按像李秋佳老師還可以再高一點點啊，升半音這樣子，哈。像我哋啲按哆衰來，哈，是會講音，即個要低啦，即個音啊，我今日講到用 G 調5曲，用人哈青少年唱5曲，但是佢可能用大潤歌唱，用大潤咧講嘅。潤跳來唱要下個人係容易啦，嗬，98度來唱啦，係啦，嗬，所以佢上首歌嘅會比較啱意思啲，嗬，冇照理佢嘅唱佢嘅形狀，係容易來講唱歌係佢要表情，嗬，唱到應該個做得係那柔美，嗬，主要是個上潤嘅素材。可能愛首歌嘅來調整下，轉移愛練佢用版言比較講較適合，落樂師配合嘅到來，讓唔會講忽然間愛唱按嚟大潤歌唱嘅時，一下開上個潤啊，係冇做好會鐵突到會走脫去，唱而練唱解下就係一下唔掉出麥嘅上。對面流所以我唱安嚟潤真辛苦，即個一天要當本，嚇。但是你嘅表情，我知道真好。參賽者做嚟來參考啊，像用我自己嘅台風啊、舞台嘅台燈嘅操演也好，台風也好，做到真好。所以個聲音我去調整，做比較難啲位，莫按用人嘅方式來唱，我相信啊，分數會拿下那高分多。哈，我注意一點，好嘛？哈，沈夢先生，昆陽分數啦，好嘛？昆陽分數，唔主角嘅問你哦，誒，成員我分數，大家唱一句熱火鐵叫哈。讓親愛土愛子。大家做唔定，兄弟係拜我出嚟啦。苗竹亭啊，螺絲伯，我高先屯差唔多啦，係啊，係咪螺絲伯啊？真冇螺絲啊！本場水咋打槍？昆陽分數啦，好嘛？昆陽分數，唔主角嘅問你哦，誒，成員我一分數。
谢谢。咱们衣服很够哎。没问题，谢谢。哎呀，好，回去再好好准备哈。来，合作休息哈。欧巴我哋巴的哈，啊唔好寒到。欧巴。撒下来。来自新竹户口彭秀峰带来平板。看啦。今日我做得到了到长山歌，希望等下做得顺顺利利过关节后，希望大家。好紧张啊！看非常哦，大家都看得出来。对，观众朋友应该也看得出来。对，你唱歌我也替你捏了好几把冷汗啊！对，查询哪的面盆的体得水。没关系啦，这个有上台的机会就不错了。不过算惊险度过了。哎呀，来有这样的秋霞老师。来，你秀峰曾经讲真蛮紧张哦，真紧张哈。上台不能用嘛，你唱歌啊，常常为了学生来讲，你上台你要讲，你就摸住看键房，你不要看一个看着点，该在你那能做嘛个表情，你歌词就会唔记得嘞。好，所以你都是你是看键房，把眼光放空，不用空，哈。心情轻松，当然就好了哈。莫像阿峰这么啊，莫做变拍，像给我拍使用安装的。放空啊，因为我看远方，我还是看得到人啊。这样不行哈。那你说放空呢，我就翻白眼。我讲一种哦。好啦，讲一样好哈，几张嘢能够将了安尼苦情的平板，你敢唱是这么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唔过你记得，你要拍的落点，你唱歌的歌词的落点不对。新秀河南把湾，两面流风啊，你还唱两面流风啊，你风。那个那是在跑到第三炮耶，风啊，落点唔错。哦，这唐玉玲的韵味是某孙，哦，我负责唱，阿峰负责做表情 ，OK 好。所以哇，你们组一团呢？又不是五指枯木的。今天唱冇多咪啊？冇叫错，冇叫错。反正也。好，我哋唱一句，你负责叫哈。娘亲爱兔爱子，
咱做唔定兄弟係拜我做嚟啦。佢邊有咩五指枯木？反正以後沒有本人拜咩，先拜啦。咩？唔當作安尼先練習起來可能。但你看到感覺哈，你今日唱嘅哈，緊張還緊張哈，但是你當然真到佢來。歌嘅哈，唱出來歌嘅，但是轉音冇轉好啦，哈，cái quy章音哈，哎樣切硬哈，像那個機械人一樣，你知嘛？啊，硬哎樣，cái數啊比咧，哦硬到我咳頂嚟啦。哦，模仿慫啊，係啦，模仿慫啊，所以佢真係身體好像硬體一樣誒。硬定定。誒，但是咧，我哋就將我哋平常咁樣嚇，將我哋就爭佢學嘅嘢，唔加下練過，我哋就誒下都堂都講，哦，你下都可以可能嘛學無錢橋嘅，啊，但是咧，唔唱出嚟嚇，係當有嗰種嘅韻腳嘅嚇，雖然我要慢慢嚟硬調嘅嚇，但是我哋就係去為鼓勵。先生會教，係啊，先生會教，哦，我哋看下佢嘅分數。好，秀峰嘅分數。謝謝主持人，謝謝評審，繼續加油。恭喜啊！好了，先回做休息哈。好嘞，撒下來。來自新竹新埔劉敬言帶來老山歌。哦，彈翻啦。今日拜農業大舞台。要多少緊張，我要盡量唱要按好嘅舞台幫我學習嘅機會，希望大家。要限時間。唱山歌啦，人生了，唔是啊，走過路那。天上富貴，命注定啊！身體了。天空啊，快樂到哪？主持人好，美女好，你好，李太哥。評審現場好，係。觀眾太高好。好，老師伯。天拜來係啊。看得出來啦。係啊，因為我歌星團差唔多啦，係啊，啊，我咩68啊要。68唱緊。看唔出來啊？我敢講。昆長水咋打槍？我自己跳白龜老師呢。我之前出道嘅時間係一老師嚟嘅，啊老師都吼，個細妹坐我隔壁，我都會緊張啊，對吧？你講矮啊？矮啊！唔好講。唔係，等陣唔講細妹坐我隔壁嘅時節，細妹緊張係唔緊張？係緊張。唔緊張。哎呀！我是後來入來演藝圈一隻大藍缸，慢慢的，個性當小改變，
冇喎，唔一改變咯，改變咧。改變啊！改變動態啊！改變用法。呀，細妹坐我旁邊啊！非常歡迎，你知道嗎？昨日隔壁講見面。細妹我聽到幾準啊！我講嘅啦。可能今日創到樣板哈。英英老師。好，今日係阿叔啦，吼，阿叔呢今日從咧羅山講呢，聽得出來吼，就係線上樣板教，就樣板唱，所以係一當乖嘅學生啊，吼，就係教嘅全部要攞去唱出來，吼。咁講你設計本身吼，我教你設計嘅東西落去，乜嘅東西呢？第一隻你在先來把下睇到，吼，你講你唱你嘅歌吼，字正腔圓。好，字正腔圓，你講聽的聲音唱乜嘅，吼，冇當從你係詞全部在你嘅咧在地讀，冇攞佢表出來，吼，啊用啲詞就冇按講，吼，所以個韻味就會很難做。唱山歌啦。韓國呢，呢個抑揚頓挫就係呢，從個朗讀，有人講得好，有人講得唔好，就個有聲音麼？哈，你的這個抑揚頓挫口氣，我撈佢唱出來，哈，雖然係當簡單隻歌詞，大家都會唱咧，好，咁講一下，我哋韻味表現出來。韓國呢，你最每隻時候特技哦，哈，特技嘅最每隻時嘅音歌。就要注意，你要讓佢在先有關係，你在白毛拉台，你該上音要修嘅時間呢，自然嚇該音歌就唔拉歌，唔拉歌，同佢來修就冇按講，好，所以呢，你首先要改進嘅就係應該在先，把下睇到來唱，好，唱下清楚到，用面就做得出來，好，俾得建議，是嗎？好，謝謝。哦，我繼續咯。太太嘅。你用葱老師白再白唔會睇到。櫻桃小嘴啦。係想咁白睇張。快些唔敢白睇張。強堅少啦。看見沒有歌嘛？有歌嘅吧？漢語禮拜就唱嘅時陣，白睇到哦。見沒有拍拍同歌甚至一部嘛？來。你要見演呢本書。謝謝，莫歌難對謝謝。禮貌啊，冇要緊啊。冇講咩謝謝啊。繼續學啦。冇禮貌。先歸學白嘴啦。好啦，我再白下睇到。我識到嗰個揀咩啦？有乜嘅嚇絲瓜啊嚇。要咩意味啊？好啦，我哋講。好啦，排隊，最尾要等我頭。接下來，我哋真美麗3萬黃權妹帶來3個字。好啦。今年當歡喜來到兩人嘅大擂台唱歌嘅，本大家聽，來希望大家攏愛多多加油。是。
你好啊，什么阿姨你好。麦克风在哪里用哈？两位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现在看有没有替拜来？替拜来哈。替拜来。通讲佢有头摆专门谈赖比下泰式的歌的，按你学三歌的呢。就有一种模仿。赖比下老师教唱到天师行，特别做挺也好噶。系啊。哦。就样看天师按的好唱三歌。你老师你都有在教唱啊哈。没我听得。主要在个学佢唱。系啊。有粉丝诶。到天师都放假。咋多學的喂？以前網友客家天師台時，威神天師台時，我要到佢教唱，所以千多人學安尼嘅用啦。唐先生公平下咧。啊，有唱到曾民族先生。來。好啊，喬妹子哈，可能你從頭談來有唱歌哈，聽人佢嘅聲，但是如果歌聲佢唱歌嘅聲係當個人咩？你冇法度攞個聲唱出來，所以你是會用嘴梅咧。少年了，吐那書啊，愛用了心啊，所以變嘅聲啦。但是你即使係唱出來，又唱唔起佢按歌，所以冇潛到自己跳。是變聲音聽變咧，所以唱到都係因為後生時節，我唱跟我數唔脫嘅時間，你聲是壓的咧。加油哦！什麼阿姨彈了什麼？彈了什麼？古樂練呢？練。哇！你這個可以下給佢們有辦法過關嘛？哦，來。王權妹一本書。28分。有咩可能同佢打送一位阿燕哥嘛？阿燕哥。啊，博燕哥啊。再冇白去嚟衝。再白毛拉睇。係啊，再以中央嘅咁嘅拿嚟冚定。唔係啊，吃下白開睇到嘅，好嘛？冇按你。再衝起嚟話，開有米拖，好嘛？今日咧總共有4位過關，3位打賞冇過關咧嗬。係啊，好唔乜冇過關嘅朋友嗬，繼續專業練啊嚇，下禮拜要幾位執過來。過關嘅朋友後輩挑戰嘅路環當場。繼續加油。好，安尼今日節目多啊，告一段落。係啊，排泄哈，要看你節目做下一禮拜了哈。係哦。但是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唔點樣嚟報名，夾來報啊哈。報名專線099388398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好，今日到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現場安子色。什麼小票？哎呀，謝謝老師們。好，同時大家冇唔記得啦，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再見，拜拜。